咁咧，因為我睇咗阿 Karen 嗰本書《為生為死》，咁你有冇睇啊，過發咗3次噩夢之後咧，嗰、個胃嘅情況得到 release 嘅？咁因為我睇完你本書之後，因為頭先同我仔講到有關於身體嗰個部分咧，我有一個好好即係同你好相近嘅經歷。睇完你本書之後，因為我都發咗一次好嚴重嘅噩夢。咁嗰嗯一次噩夢咧，即係我係後背咧係長期掹實好痛，但係冇辦法用任何方法都冇辦法輕鬆到佢嘅。咁我睇完你本書之後咧，我就發咗一次噩夢。嗰一次噩夢咧，就將一個超級恐怖嘅狗仔，即係人狼咁嘅款咧，就捉咗去個判官前面，佢捉走咗佢。咁捉走咗佢之後咧，我就安全啦。咁然後我醒咗，醒咗之後個背脊咧鬆晒，我未試過個背脊係咁舒服咯，咁輕鬆咯。咁係睇完你本書之後，得到一個咁嘅噩夢。咁所以我就成日都好想同你講翻呢件事。係啊，我覺得哇，因為我細個咧係俾狗咬過嘅，而係啦，哦，即係嗰隻狗係直情撲落我個身度，我成個人向後踏咗落地，咁然後佢就騎住咗我咁樣嘅。咁所以我其實係由細到大都怕狗嘅。咁唔知係咪嗰一次嘅撞擊，令到我個背脊其實可能有一啲嘅隱患，一路滾傳到而家呢個年紀，咁所以長期係痛嘅。咁嗰一次夢發完之後咧，我係真係鬆晒咯，成個背脊。哇，好奇啊！我覺得嗰本書大家都應該有機會都可以睇下《為生為死》呢本書。多謝你幫我推薦啊！你做我嘅代言係啊，人，唔該。先至會有興趣去認識下 IBS 究竟係咩一回事咧？即係如果原來自己身體某啲嘅創傷，可能來自於細個好多發生嘅事情，又或者你嘅情緒、你嘅恐懼一路累積，其實係危害緊你嘅身體嘅。即係我都好相信呢一樣嘢。咁我點樣透過認識自己，慢慢同年輕嘅自己、細個自己去和解翻，跟住建立翻一個較為正面啲或者健康啲嘅身體啊，咁樣嗯，就係咁。哇，好重要啊，好感謝。